嚟聖誕啦噃，得㗎啦，Sir。今集 Tell Me By 咧有啲咩好嘢介紹俾大家咧？哇，好嘢就多啦，好似日本品牌 Tunwear 咁啦，佢推出嘅新一代手機保護套，顏色同埋款式應有盡有，而且夠晒輕身，絕對唔會加重手機嘅重量。呢個系列咧啲顏色咧夠 sharp 之餘咧都夠晒 bling bling 喎，咁襯衫就啱晒啦。得㗎啦，Sir。我個 friend 咧好中意聽歌㗎，不過咧佢就有啲奄尖嘅，我咧想送一個咧有質素又夠型嘅耳機俾佢，有冇好介紹咧？梗係有啦，好似呢個美國嘅專業耳機品牌咁啊，無論係耳筒或者入耳式耳機，都有非常之好嘅隔音設計，聲靚不特止啊，而且外形仲夠晒 sharp 醒。好似呢隻咁啊，就係奧運金牌牙買加飛人保特嘅特別版嚟㗎，夠晒型啦啩？咦？呢個咪係 Big Bang 特別版，仲連埋咪添啊！咁以後佢冇藉口唔聽我電話啦。車車，我介紹咗咁多好嘢俾你，有冇嘢介紹翻俾我先？你咁靚仔，一定有唔少嘅女仔 friend 㗎啦。嗱，呢個 Truffalo 嘅便攜式香水瓶咧就啱晒你啦。佢採用獨有 Genie S 灌注防漏專利技術，無需氣泵或任何附件，可減少香水喺過程中接觸到空氣而揮發，確保香味完全保留，仲符合航空安全標準，喺飛機上都用得㗎。哇，車車今日收穫真係唔錯喎！係啊，聖誕買禮物咧就最開心㗎啦！我哋就買夠啦，係時候預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